3、2、1，台南普济灯会。台南市长黄伟綽甲一个贵宾到场为府城普济灯会启动，今年的规模比以往更较大，总共有2800拍彩绘灯笼，指定邀请到艺术家黄奕。展出作品真浓又有余。这是普济灯，伊这是迄个台南第一间的王庙，它其实已经古办12档啊，所以这其实一个传承一个文化，所以逐档拢有真侪人来遮参观。咱台南真正唔若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。启灯当天有传统家灯、咖喱鱼的精彩演出。台南市汉文化协会近自发性邀集10个卫生员。请着汉服来设灯会，除了要推广汉文化，马上要还原400档前的历史场景。秦汉魏晋南北朝各种朝代的所有的一个衣服，穿着汉服走在台南的灯会上，跟大家一起庆祝台南400。今年普济灯会展期将持续到3月9号，结束了后，也将精选出400拍灯笼，刷到日本东京做展出。将台南400的在地文化传到国际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